火災加人禍往往構成重大悲劇。英國就曾經發生一宗恐怖嘅火災事件，該事件名為 Grenfell Tower Fire， 發生喺2017年6月14號凌晨時間。當時4樓1戶嘅冰箱因故障起火，火勢短短幾分鐘內沿住2016年翻新嘅外牆急速蔓延，最終導致72人死亡，70幾人重傷，另有223人成功逃生。然而最令人痛心係事件幾乎係因為人禍。調查發現 Grenfell 嘅外牆包覆材料用咗含聚乙烯 PE 芯嘅鋁複合板 ACM， 加埋聚氨酯泡沫保溫層，極度易燃嘅，樓層之間冇有效嘅防火阻隔，火同毒煙沿住電梯井、管道井、窗戶周邊擴散。同一時間，傳統消防 Stay Put 策略建議居民家中等候救援，最後反而令人命傷亡更嚴重。事件促成英國建築安全法，並於2019年引入 EWS1 表格，成為英國高層住宅買賣按揭嘅必要防火評估證明，亦揭發咗數千棟有同類問題嘅大廈。